大家好，我係 Tammy，我公司係Roman Energy HK，我係做聲頻香薰治療嘅。萬物都有振頻啦，所以我哋身體咧其實都存在住好多唔同嘅振動頻率嘅。例如我哋唔同嘅五臟六腑啦，或者我哋啲細胞啦，都有佢哋一啲特定嘅頻率。我會用一個德國嘅量子儀器咧去測試人體嘅脈輪狀況啦。當失衡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就要幫佢哋調節翻佢哋處於一個平衡嘅狀態啦。每一個樂器其實都有特定頻率嘅，咁當佢哋同我哋身體個振動頻率一樣嘅時候咧，就會可以產生共振啦。咁就會幫助我哋調節我哋身體嘅頻率去到一個平衡嘅狀態咯。香薰佢有一啲天然嘅化學成分，可以幫助到我身體唔同嘅層面嘅問題嘅。聲頻同香薰咧，其實佢哋都有能量啦，將兩樣嘢加埋嘅時候咧，將個效能咧再加大咗啦。對佢哋嘅幫助就會係最顯著，就會係改善佢哋嘅睡眠質素啦，同埋幫助佢哋可以放鬆到佢哋繃緊嘅情緒。如果你瞓得唔好，又或者食西藥食到怕嘅話，都可以揾我。我曾經利用聲頻香薰幫助超過1000個家庭處理佢哋身心健康嘅問題，超過10年㗎啦。